OP 够 OP， 真假啊！死了这一人真正伤可怕，嘛天啊！原来屠杀伫你死就开始啊！可是你死的时阵，我只能倚伫棺材内底。无论如何，先阻止军队屠杀民众吧。啊？你叫我靠边。哦，会当直接跳呢？哦，这是有啥差？有啥物件？哦 ，press blue key， 我知有物件，来，叮，叮上。哦 ，blue key 直接，我在大嘴。这啥物件？你直接开干会使？哎呀，那个就中了。刚有其他的攻击，哦，我2招尔，撞砍，哦是下哦，小啦，靠背，多小？我在包围。靠背。哦，就在那。靠背。靠腰。你亏一下无啥意思吧？除非有 BOSS， 可是应该是没有 BOSS。我想要，你靠腰，等。哦，可以在那样，让及时反击。哦，这人够多啦，行了。靠，我开了大绝啊，开始。哟 ，BOSS 的，高飞哦，高飞。竟然甲一个人对我军发动攻击，你到底是啥物人？啊，你无必要知影，反正你马上就爱死啊！啊，当就是为杀害这个无辜的民众付出代价。若不是恁这个办人分子梦想推动台湾独立，这个人嘛袂死，其实是互恁害死的。也死去的人有足侪是令人尊敬读册人啊，甲反抗军并无关系啊。因若无想要独立的意愿啊，因是中立的。人尊敬的读册人，这都是问题所在啊。像伊这种对民众有影响力的人，一旦支持独立，代志会变较不可收拾。讲过啊，因并无想要独立的意愿啊。因即马是无独立的意愿啊，可是，如果我军互恁反抗军击败啊，会当保证因会倒向恁这边支持独立吗？法律上必须爱有行为才能定罪啊，更何况因连意图拢无，因是无辜的。这不是法律的问题，伊是政治的问题啊！当你鼓吹独立的迄一刻，这个人已经注定会死啊！你真是伤野蛮啊！野蛮！老夫纵横沙场数十年啊！也未见过像你这款满身气气的异类啊！别论野蛮，老夫强健万万不及，比不上你啊！靠北，这演啥呢？为了尴尬去死啊！啊，靠北，哎呦！
哦，够强诶，这个啊！要不等，哦，靠背啊！这是要拍啊！这不好拍呢。靠背啊，够强的你啊！你真正就强的。我现在叫最强的呢。我够怕的啦！靠背，Hunter 诶，够强诶！当然强啊！我不好啊！哎呀，我这只叫最强的呢，那强啊呢？都喊呢！这好耍呢，这难度是有的呢。你若摕悬难度的时阵，这个会真正就好耍的。看在跳。噔。靠背。我靠背，小强的呢，那强啊呢？我靠腰，喂他闪哦，靠腰，是啊。靠腰，我笑。靠这 boss 应该评价还好呢。哦，我看你老师这么小。玩呀妈呢？我小强啊啦！哦，想法呀！要水！哦，超必杀！这个啊，好小强诶！我主人就是头前啊，伊一只过就会使拄着伊啊。Anthony 啊 ，Julian 都是外国人。你讲你的主人是平凡人，伊到底是啥？你死的时阵，伊是一个死死，到暗时，伊就是世界上最上强的战士啊！伊讲啥物死死，世界上上强的战士，一敢会受害。我咱讲的就是安尼欠债啊，其他恁家己去看就知啊，我也袂讲。实际上，咱伫遮伫咱当咱伫遮单位的时阵。头前的部队可能已经互伊歼灭啦，用你的目睭去见证吧。厉害！伊讲遮哪有外国人？请问你是倒一位？叫Julian，是美国来的记者。记者太好啊！咱拄好需要一个记者。人即马现在，正伫进行甲中国的独立战争，请你甲这个消息报道到全世界去。今日伫报道顶头写，台湾人已经演过互外的这统治啊，打算建立家己的国家，就是台湾人想要独立是吧？但是，我嘛认为台湾应该爱独立建国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头一件代志就是要赶走侵略者。好，但是我爱加观察一寡状况，也爱收集报道资料啊，报道资料嘛，这无问题。你爱说伊自身，你爱说伊自身安全啊。还袂过无？这样个。
后壁佫无，就是安尼尔。我希望伫反抗军甲日军决战进前，尽可能削弱日军啦。哦，伊够强。日军主力，敢若已经往反抗军的方向移动啊，为了追上因，就首先爱突破这个阵地。这应该够奇怪啊，我无介意这个。听起来就平静的呢，一点都不嗨，嗨起来！伊人所在拢家己做的，你哦，你有材料你家己做。good， 靠腰。靠腰，什么事？OK， so。风科哦，风科，风科啊，跨文字的歌。伊就是台西老歌的人，伊就是下一个要死的人啊！当我听讲老歌，互一个查某人空手击杀的时阵，我也毋敢相信。武功高强的查某人，我也见过袂少啊。虽然老哥的武功并非上强的，但是一个查某人会当徒手杀掉老哥，安那想拢家己要可注意啊。搁当我看到伊的时阵，我敢若明白为虾米老哥会死。无三无过面上的人，当然爱死。老哥只是奉因兄啊，伊向对上级真忠心啊，这点甲我无同款。个意思是，我少年的时阵，互政府强制掠到军营内底做兵啊，我对上级的命令不感兴趣，并就无受甲台湾人相拍意愿啊。那你敢会使互我通过遮？只要我通过，我保证袂伤害你。真危险，我袂当互你通过遮去对付我其他的同胞兄弟啊！我甲老哥嘛是多年的战友啊，我互掠来做兵的时阵，知伊都想要死，用伊的照顾我才会活的，莫死啊！我怎哩无替伊报仇咧？你甲你要甲我拍，我知影你非常厉害，可能是我这一生拄过上厉害的对手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拢必须保护我的同袍弟兄，嘛爱为老哥报仇，受可惜啊！靠北，唔当。靠哦，这嘛就强的呢，而且我完全无补呢，OK。哦。人家开大了，哦哟，按给塞了，以及大举攻击就有，哦，没办呢，嘿嘿。但是我甲因也无够嗨，用作战方式，你到底是啥物？一个罪人，伊是一个吸血鬼，但是伊胸壳前挂着是假。中国政府发刷台湾人血汗钱啊，因这是真正吸血鬼啊！伊这是假，这是母亲互我的遗物。并且我时时记住耶稣基督的教导，相信耶稣基督不可思议啊！我以为吸血鬼是甲上帝是对立，伤害世人啊！信靠伊的人，拢会使得救，我相信，你应该真早就来台湾了吧？你台湾偌久啊？
应该有300档啊吧。就请你莫甲我诶代志写伫咧报道内底，我无想要引起任何人恐慌。100档前，无连人统治台湾诶时阵吧，迄可是真是，迄可真是久远。虽然讲伫台湾发现去即件代志一定会成为大新闻。既然你无想要曝光啊，我嘛尊重你诶决定，保守秘密。而且你只要伫报道内底写中国，压迫台湾好啦，压迫台湾。台湾人因此想要摆脱中国家己心理国家，安尼就有够。To be continued。我记住安尼，是袂歹，真正袂歹作品。而且伊足华丽诶咧，伊头前这个抬头真正做啊足久诶，袂歹啊，小品。